大家真係要睇清楚，呢度唔係咩百年老字號嘅榮光，而係一個活生生、血淋淋嘅百貨末路大騙局。我今日企喺呢度，心入面真係好唔舒服。仲記唔記得我哋細個嗰陣，屋企長輩帶我哋去行先施，嗰種感覺係幾咁高級，幾咁大體。嗰時啲售貨員着得整整齊齊，啲貨品全部都係名牌，去先施買嘢係一種身份嘅象徵。但係你睇下今日，2026年初，我入到去呢間所謂嘅結業清倉現場，我直頭以為自己入咗去個大型垃圾轉運站。全場一截起，係啊，標題係好吸引，但係你入到去睇下啲嘢，根本就係攞啲放咗幾十年嘅死貨，一啲你明都未聽過嘅山寨牌子，仲有啲直頭係爛爛地嘅次貨出嚟呃人。最慘係咩？最慘係我見到好多60、70歲嘅老人家，佢哋仲係對先施呢兩個字有一種情意結，以為執到寶，點知係執到草。我今日就係要用我呢對眼，同埋我呢部攝影機，幫大家踢爆呢場專門呃阿婆、呃老人家嘅清倉大騙局。你哋睇下呢邊，呢堆所謂嘅名牌男裝皮鞋，標價1280蚊，而家一折即係128蚊。聽落好抵係咪？我攞上手一摸，嗰啲所謂嘅皮，乾到好似塊乾牛肉咁，我用力少少一接，啲皮竟然即刻裂開咗。呢啲係咩皮？呢啲係放喺個倉入面起碼10年、8年嘅過期貨啊！大家知唔知道，皮鞋就算唔着，放喺度太耐，啲膠水會變質，啲皮會脆，你買返屋企行兩步個底就會甩出嚟。呢啲嘢根本就應該攞去堆填區，而家先施竟然攞出嚟賣百幾蚊，仲要標個原價1000幾百蚊去誤導老人家，呢啲唔係騙局係咩？再行入啲，去到嗰個所謂嘅家居用品部，我真係睇到眼都突埋。你睇下呢部抽濕機，個款舊到好似係2010年嘅產物咁，個身已經黃晒，個盒上面啲塵厚到可以種花。售貨員仲喺度大聲嗌，最後幾步清倉價300蚊。我心諗，呢啲電器放咗咁多年，入面啲電線摩打可能已經老化晒，買返屋企分分鐘會短路火燭㗎。但係我見到個阿婆，佢可能係想買部抽濕機俾個孫用，佢就咁聽個售貨員講幾句，就攞咗3張100蚊出嚟。我真係好想衝埋去叫佢唔好買。但係呢度啲售貨員個個好似食咗火藥咁，眼神好兇狠，好似驚死餓咗佢哋做生意咁。呢度最令人氣憤嘅係，佢哋利用老人家對品牌嘅信任。你要知道，喺嗰啲60、70歲嘅老人家心目中，先施係同連卡佛、大新百貨齊名嘅高級地方。佢哋唔會覺得呢間公司會賣假貨或者賣垃圾。佢哋睇到先施個招牌，就放低咗戒心。現場啲燈光昏暗，啲嘢堆到周圍都係，好似個平價特賣場咁。啲老人家彎住腰喺度抄，喺度揀，睇到我心都酸晒。有一對老夫婦，起碼都有70、80歲啦，喺度睇緊一啲所謂嘅純羊毛冷衫。我行埋去睇下張標籤，寫住90%係人造纖維，得10%係羊毛。但係個牌子名竟然係用一啲好似名牌嘅字體寫住，標價600幾，而家賣60蚊。個阿婆仲好開心咁同佢老伴講，哇，60蚊有一件先施冷衫，真係好抵啊！我心入面嗰團火真係湧緊上嚟。呢啲冷衫出面深水埗特賣場賣30蚊都未必有人要，而家打住先施個名就變咗係寶。大家再睇下呢邊，呢堆所謂嘅床上用品。啲被單、枕頭袋、包裝袋已經潮晒，入面啲布料薄到好似張禪液咁。你話係一折，但係個原價根本就係亂咁標。佢標個原價係999蚊，一折賣99蚊。我話俾你聽，呢啲貨色我喺淘寶睇過，人民幣19蚊就有成交。佢哋係咪覺得老人家唔識上網，唔識對比價錢，就可以咁樣大模大樣咁喺香港呢個地方打住百年老店嘅旗號嚟呃人？我今日喺呢度行咗2個鐘，我見到嘅唔係一間百貨公司嘅結業，而係一間企業道德嘅崩潰。你話生意難做，要結業，我明白。
你可以老老實實咁清貨，就算係舊啲嘅款，只要係正品，標個合理嘅價錢，大家都會體諒。但而家呢度係咩？呢度係將一堆垃圾，一堆放喺倉底無人要嘅死貨，重新包裝，標個天文數字嘅原價，然後再打個一折去引人入勝。呢種做法同嗰啲倫敦金騙局、嗰啲假藥騙局有咩分別？分別只係佢哋有個先師嘅學，佢哋有一間實體店，所以老人家就信咗。我仲見到有個售貨員對住一個睇緊手袋嘅婆婆講：婆婆，呢個皮包係真皮價，以前賣2000幾，而家200蚊，你買返去送俾新抱，佢實鍾意。我望一望嗰個袋，陣膠味重到隔住2米都聞到，個5金扣已經生晒鏽。個婆婆仲喺度猶豫緊，個售貨員就繼續吹：你睇下呢個牌子係意大利設計㗎。意大利設計？我睇標籤寫住係廣東某個小鎮生產嘅。婆婆最後真係攞咗200蚊出嚟，睇住佢個背影，我真係覺得好無助。呢個社會對老人家真係好殘忍，佢哋辛苦咗大半世，儲埋少少錢，諗住趁有折扣買啲好嘢俾自己或者屋企人。佢哋嘅認知仲停留喺幾十年前，覺得名牌就係好，百貨公司就唔會呃人。但係現實係，而家嘅先師已經唔係以前嗰間先師。自從易手之後，呢間公司嘅格調已經跌到落谷底。佢哋利用僅餘嘅品牌價值做最後一次嘅掠奪。呢種清倉其實係一場針對弱勢社群嘅收割。大家睇下呢排貨架，上面寫住名牌化妝品。我行埋去睇，全部都係啲過晒期，或者係一啲連名都未聽過嘅東南亞三流品牌。有一支所謂嘅精華液，標價888蚊，清倉價88蚊。個包裝上面連生產日期都冇，入面啲液體已經變咗色，甚至有啲沉澱物。呢啲嘢擦落塊面度，分分鐘會爛面㗎。但係竟然有啲亞姐喺度掃貨，仲話好平啊，買返去試下。我真係想問下呢間公司嘅管理層，你哋良心過唔過得去？如果你哋嘅阿媽、你哋嘅奶奶買咗呢啲嘢返去用，你哋會點諗？我今日嚟呢度，原本係想睇下有冇咩筍嘢可以介紹俾大家，點知我行咗一圈，我一件嘢都買唔落手，反而係一肚火。呢度根本冇一件嘢係值得買嘅。嗰啲1折、2折嘅噱頭，只係為咗掩飾啲貨品係垃圾嘅事實。我喺度呼籲大家，如果你屋企有老人家，一定要提醒佢哋，唔好再去呢啲所謂嘅結業清倉百貨公司。佢哋去嘅唔係以前佢哋熟悉嘅先師，而係一個充滿陷阱嘅迷宮。你睇下呢個櫃位，賣緊啲高科技按摩儀，嗰啲按摩儀嘅包裝盒已經褪晒色，仲係用緊嗰啲10幾年前嘅舊式圓腳插頭。個售貨員喺度吹噓話可以治療腰痛、背痛，原價3000幾，而家300幾。有個老伯伯喺度試，個儀器發出啲聲，好似就嚟散咁。我真係好擔心個伯伯買返去之後，電死佢或者夾傷佢。呢啲垃圾喺深水埗鴨寮街賣50蚊都嫌貴，喺度竟然仲可以賣300幾。呢種清倉騙局嘅手法其實好一致。第一，虛標原價，佢哋會標一個高到離譜嘅價錢，令你覺得折扣好大。第二，混淆視聽，佢哋會將一啲真嘅名牌，通常得幾件，同大量嘅垃圾貨、山寨貨混埋一齊賣。第三，營造緊張氣氛，佢哋會周圍貼滿最後今天一件不留嘅海報，令老人家覺得唔買就執輸。其實先師嘅衰落係香港百貨業一個好悲哀嘅縮影，但係衰落可以優雅，可以體面。你可以選擇光榮結業，可以選擇轉型，但係而家咁樣用呢種近乎欺騙嘅手段嚟做最後嘅掙扎，真係令到以前支持過你哋嘅香港人好失望。我諗起2021年先師被收購嗰陣，大家仲有一絲希望，覺得新老細可以帶領呢間百年老店走出困局。點知幾年後嘅今日，我哋見到嘅係咁樣嘅畫面。我再行去女裝部，
嗰度啲衫簡直係災難，嗰啲布料，嗰啲剪裁，似係80年代嘅產物，好多衫上面仲有跡，或者有啲線頭甩咗出嚟。咁樣嘅衫，佢哋都敢攞出嚟賣。我見到有個售貨員喺度鬧緊一個老人家，因為個老人家想拆開個包裝睇清楚啲料。個售貨員大聲咁話：唔買唔好拆啊！一陣整污糟咗你賠啊！嗰種態度真係令人嘆為觀止。呢度係百貨公司定係黑店？我今日喺度影咗咁耐，其實心入面好沉重。我想透過呢段片話俾大家聽，呢個世界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。如果一個牌子、一間公司已經行到去結業清倉呢一步，佢哋通常都已經唔會再顧及乜嘢聲譽。佢哋唯一想做嘅就係喺收工之前將所有垃圾變做現金。而最容易受騙嘅就係嗰班對呢間公司仲有一份情意結嘅老人家。我想對嗰啲仲喺度掃貨嘅老人家講：婆婆、伯伯，呢度啲嘢唔係寶，係垃圾啊！你哋辛苦賺返嚟嘅錢，唔好浪費喺呢啲所謂嘅清倉貨上面。如果你哋真係需要買嘢，去一啲信譽良好嘅連鎖店，或者叫你哋嘅仔女幫你哋上網買，起碼有保證，起碼有得退換。喺呢度買，你出咗門口就無人理你㗎啦。大家睇下呢個角落，堆滿咗一箱箱嘅過期雜貨，有啲罐頭，有啲餅乾，雖然未過期，但係個罐已經生晒鏽，凹晒。佢哋竟然都攞出嚟賣，仲話係清倉㗎。呢啲係食入口嘅嘢啊，萬一食壞人點算？呢間公司係咪已經完全無視法律、無視道德？我睇到呢度，我真係忍唔住要走啦，因為呢度嘅空氣都好似充滿住腐朽同欺騙嘅味。我喺臨走之前，特登去問咗一個喺度做咗好多年嘅老職員，佢偷偷地同我講，其實呢度好多貨都係最近先特登運過嚟嘅清倉貨。佢哋根本唔係先師以前嘅存貨，而係一啲批發商攞啲賣唔出嘅爛貨、山寨貨過嚟掛名銷售嘅。呢種做法喺行內叫借殼清貨，即係利用先師個名，幫啲垃圾貨揾出路。聽完之後，我真係覺得好寒心。原來連最後一點點嘅品牌尊嚴，都被人用嚟做生意，用嚟呃人。我走出先師嗰陣，見到街上面仲有好多老人家攞住張傳單，興致勃勃咁準備入去。我好想逐個逐個拉住佢哋，同佢哋講入面嘅真相。但我知道我一個人力氣有限，所以我先要拍呢條片。我希望睇到呢條片嘅你哋可以將呢個信息傳開去。如果你身邊有長輩，請你一定要提醒佢哋，唔好被百年老店、結業清倉一節起呢啲字眼呃到。呢啲唔係優惠，呢個係一個精心佈置嘅陷阱。我今日嘅實測就到呢度。我唔係要針對邊一間公司，我係要針對呢種唔道德嘅商業行為。香港人值得更好嘅對待，我哋嘅老人家更加值得被尊重，而唔係被當成水魚咁樣去宰割。先師，你曾經係香港嘅驕傲，但今日你真係令到所有香港人蒙羞。最後，我想再強調一次，買嘢之前真係要帶眼識人，唔好以為大招牌就一定無錯，唔好以為平就一定係好。特別係喺呢啲所謂嘅結業時期，往往係人性最醜惡、騙局最瘋狂嘅時候。大家真係要小心，保護好自己同家人嘅錢袋。呢場清倉騙局，我已經踢爆咗，信唔信由你。但我希望呢個社會仲有一點點嘅公義同良心。我行出大門，回頭望一望嗰個招牌，先師兩個字依然閃亮，但係入面已經爛透啦。呢個畫面真係好諷刺。2026年，我哋仲要面對呢種低級嘅騙術。希望大家睇完呢條片之後，可以多啲關心身邊嘅老人家，陪佢哋去行街，幫佢哋分辨是非，唔好俾呢啲死貨騙局傷害到佢哋嘅心同錢財。大家睇下我手上呢張傳單，上面寫到天花龍鳳，咩感恩回饋，告別清倉，其實全部都係廢話。
入面賣嘅嘢連垃圾都不如。我今日真係好火大，亦都好心痛。我希望呢條片可以成為一個警示。記住，真正嘅好嘢係唔會隨隨便便打一折賣俾你嘅。如果係好嘢，佢哋一早已經賣晒，點會留到今日？呢啲所謂嘅清倉，其實只係一場大型嘅垃圾清理行動，而買單嘅竟然係我哋最尊敬嘅長輩。我今日影咗咁多證據，就係要話俾大家聽，唔好再上當。呢度嘅每一件衫、每一對鞋、每一部電器，背後都隱藏住唔負責任嘅貪婪。我希望先施嘅管理層，如果你哋仲有一絲良知，請你哋停止呢種行為，唔好再利用你哋嘅品牌剩餘價值嚟呃人。老人家嘅錢，你哋都好意思去呃？你哋唔覺得羞恥咩？好啦，我唔想再講落去，因為我驚我會講出更多難聽嘅話。總之，大家一定要小心，一定要警覺。呢場先施結業嘅鬧劇，真係香港百貨史上面嘅一大污點。我希望呢條片可以幫到更多人，避免更多人受騙。我哋下次再見，希望下次我係帶大家去一啲真正值得去、真正有良心嘅地方。大家睇下呢度啲出口位，有幾個老人家提住大袋細袋走出嚟，佢哋面上仲帶住滿足嘅笑容，以為自己執到大平貨。但我睇住佢哋袋入面嗰啲質感粗劣嘅毛毯，嗰啲設計奇怪嘅小電器，我真係唔知點樣形容我心入面嗰種無奈。呢啲嘢可能用一兩次就壞，或者根本就冇用。呢啲老人家，佢哋嘅退休金唔多，每一分每一毛都係血汗錢。但而家呢啲錢全部入咗去呢啲奸商嘅口袋。我諗起以前先施嘅創辦人，佢哋當年係抱住誠信服務嘅宗旨去創立呢間公司。佢哋一定估唔到100多年後嘅今日，佢哋嘅後繼者會用呢種方式嚟結束呢段歷史。呢個唔單止係一間公司嘅結業，係一個時代嘅誠信破產。大家要記住，呢種清倉騙局唔會只發生喺先施，亦可能會發生喺其他老牌子身上。當一個品牌唔再與時並進，當佢哋嘅生意每況愈下，佢哋就有可能走上呢條歪路。所以，我哋作為消費者，一定要保持清醒，唔好被嗰啲所謂嘅集體回憶沖昏咗頭腦。回憶係美好嘅，但係生意係現實嘅。現實中嘅呢間百貨公司已經變咗質。我今日影嘅呢啲片段，我會保留落嚟。如果有任何相關部門想調查，我絕對願意提供，因為我覺得呢件事已經唔單止係商業糾紛，而係涉及大規模嘅誤導同欺騙。老人家唔識投訴，唔代表佢哋可以被任意欺負。我哋呢一代人有責任企出嚟為佢哋發聲。大家再睇下呢張相，呢個係我頭先偷偷地影嘅。呢個標籤上面明明寫住生產日期係2015年，但係售貨員竟然話係最新款。呢啲唔係大話係咩？呢啲唔係呃人係咩？呢啲嘢放咗10幾年，入面可能已經生晒霉，甚至有細菌。老人家買返去用，健康都有威脅。我真係好想問下，呢個城市嘅監管機構去咗邊？點解可以容許呢種規模嘅清倉騙局大行其道？難道就因為佢係一間大公司，所以就可以豁免被監管？呢種對弱勢社群嘅剝削，我哋絕對唔可以坐視不理。我今日講咗好多，亦都影咗好多。我嘅目的只有一個，踢爆騙局，保護老人。希望大家可以將呢條片分享俾你身邊嘅每一個人。特別係嗰啲中意行百貨公司嘅長輩，叫佢哋一定要帶眼識貨，唔好再做水魚。大家記住，真正嘅價值係建立喺誠信之上嘅。當一間公司失去咗誠信，佢嘅嘢就算係免費送俾你，都係無價值嘅。更何況佢哋仲要標過價嘅原價嚟呃你錢，呢種行為真係令人不齒。我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。雖然心情好沉重，但我希望呢條片係有意義嘅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可以幫到人，
請你幫手傳出去。我哋唔可以讓呢種騙局繼續蔓延。老人家嘅笑容唔應該被呢啲垃圾貨品所玷污。我哋下次再見，希望下次我帶俾大家嘅係好消息，而唔係咁樣嘅騙局踢爆。大家一定要保重，特別係喺呢個世道，要保持一顆清醒嘅心，唔好被嗰啲花言巧語所蒙蔽。記住，一分錢一分貨，呢個係永遠唔會變嘅真理。再見。